唔知咧乡亲敢知影讲，什么叫做生成式的 AI？ 即经过训练的人工智慧，会当创作全新的影像甲文字，进一步甲人类进行自然而且有意义的对话。伫你我的生活中 ，AI 到底有什么款的帮助？伊节省咱输入资料甲发想创意的时间，嘛当成为讨论的对象，提供学习甲工作建议，大量提升生活的效率。啊，伫 AI 的笼罩之下，团体的教学方式嘛产生正大的变化。像即卖国小老师带学生做伙练习对 AI 下指令，甚至同一个教室内底。因材施教的 AI， 佫会提供个别化的学习建议，啊，偏向学校伫课堂上运用线顶直播甲 VR 虚拟实境的技术，打破时空限制，互无共学校的囡仔做伙伫云端共学。新科技为教育带来新款的可能性，老师如何引导这些囡仔伫 AI 时代培养学习的能力，带咱来深入的了解。一个小男孩坐在地上，专心的看书。AI 工具它比较像什么？捷运，它可以快速让你下到某个目标。Now go to writing assistant。用平板的话，就可以用影片再听一次，比较清楚。数位融入学生，他可以不同的进度都可以在这个课堂上面产生。对，你找到荷兰人对。这 VR 的感觉很真实，比用课本还真实。在教的是新时代的孩子，如果我们不跟着一起学，我们怎么去教？AI 人工智慧专项为改变人类的生活，作曲、写词、演说、绘图大项项。这股科技风潮早就已经深入校园，成为教材一部分。打开生成式 AI 工具，输入指令，不用花多少时间，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张图片。而这个画面也正好呈现出目前中小学融入数位教育的全新风貌。是几位小学生在走廊上奔跑，旁边有几位很生气的老师，是日本樱花风，然后有点卡通。我们原本不知道如何制作的图片，像是咒语，可以轻易的用电脑完成。我也告诉你们，其实 AI 生图不是万能的，不是你给他什么，他就真的有办法变出什么哈。今日台北市公学国小的电脑教室，4年级的学生正伫无用设计安全的宣导海报。这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动物，伊的名叫做 AI。弟弟在走廊奔跑。在一张海报里面，其实要有2个元素，来，标语，还有嘞。图片很好。那以往的话呢，我们的标语跟图片的话呢，都是要用脑袋去想，然后用手去画。可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想要用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透过了人工智能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 AI。我如果要跟 AI 沟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称之为指令。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反复辩证、调整指令，大家逻辑思考加写作的能力，在这个时阵必须接受严格考验。是在跑步，然后写不要，对不对？对。好，所以应该要出现的是奔跑的样子，对不对？哥哥在操场上，我们不是本来就可以吗？哎，你们的地点是不是有点诡异了？你听得懂吗？AI 它很像是一个大仓库，不一定有所有的东西，像是你要找肉干，但是却找到牛排，虽然很好，但是不是目前需要的。AI 的话，其实是必须要提问题，还有它能够去判断这张图片或者这个生出来的标语是不是他需要的，所以判断能力跟问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无想要和进步接近的科技就过，所以讲老师带囡仔甲时代做伙进步，将趋势变成优势。我有先让他们先看这个，然后去思考差异性在哪里。3个行动标语是各一个图吗？教授到现在已经35年，这些资讯工具，如果你不会的话，就会觉得不够先进，会很落后。我们应该带领小朋友去认识最新的科技，应该要以身作则，把资讯变成生活当中解决问题的工具。越早让孩子去了解这些工具，可能可以让他避免误用。AI 工具它比较像什么？捷运，它可以快速让你下到某个
我不要。那你喜欢在课堂当中或者是生活当中运用这些科技吗？我觉得还不错，带给人们方便还有快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不过也不能一直问他，否则他只能翻旧的东西给你看，他不能自己创新的。欢迎来到台南数位共学中心。Yesterday, His Ted's friend. 2022年，教育部开始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精进方案，目标是班班有网络生成用平板。同一年，生成式 AI 文字伫全世界引发热潮，伫即刻开始，教育方式的蜕变蠢蠢欲动。数位时代，其实学生能不能使用数位工具来学习，包括他自己学习，已经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了。AI 小帮手会让每一个人一下都是60分，那你怎么样再往上加分？材料非常的多，那你引进之后，你要怎么去选择判断？然后它就会发展出不同的学习路径，个别化的指导就会产生。因为有 AI， 凡事拢有可能发生，因材施教不再只是教育的理想境界。我是你这个高中物理几何光学的学伴，你对光的反射跟折射理解有哪一些？你看他没有马上回答我，他是说，那你自己有哪些理解？引导他自己想通，这个事情在教育上是最有价值的。AI 这时化为学伴，学生学习时不再孤单，因为随时拢有交流的对象。I enjoy swimming because it's hot。生成式 AI 跟我说怎么样回答可能比较好。Suggestion: I enjoy swimming because the weather is hot. OK， 所以为什么人人有家教这么重要？因为家教确实是客制化回应学习者需求最重要。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然后我们又希望教育能够公平且优质，我们就会特别针对这种容易有资源落差的点去找解决方案。所谓科技敢会当解决教育的资源落差，随上偏向学校的老师嘛开始善用科技工具，设法让所有的囡仔拢当对上学习进度。Okay, now go to writing assistant. 那我们去酷音的 AI 智慧那里。Bob's father and Jen's father are good friends. 佐证它是台南的一个偏乡的区域，它的人口外移的非常严重，老化的也非常严重。那留下来本地的孩子都是比较弱势一点，学校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里其实也没有补习班。我们在偏乡其实都遇到一个问题，老师用传统的教学，那个学习成效是起不来。这样子的数位融入，学生他可以不同的进度都可以在这个课堂上面产生。平板打开之后，你会看到老师有送评量后的订正给同学。因为上课时，学生都要真专心地听课。因过即马，大家依照家己的进度，为耳机内任务上，拢会使找到专属的老师。课堂老师角色的转变，必须针对无同囡仔需求做个别的规划。你做到这里都对哦，4x等于7是对的。老师在上面讲，没有办法再重复讲一次。然后用平板的话，就可以用影片再听一次，比较清楚。你觉得这样上课对你有什么帮助？就是会比较认真，有不会的地方就是重看影片就会懂。我觉得最棒的点是我看到学生他们在班上不会再有那种趴着睡觉的状况，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教学现场最需要被重视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在看教学影片，然后呢填写学习单或做笔记的时候，老师可以专门过去照顾这些需要帮助的学生。透过科技的辅助之后呢，受惠最大的是那些中低成就的学生。中下这些孩子，每一节课他都是陪人家读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想想看，他怎么会对学习有兴趣？他充满挫折。我们不应该这样的亏待孩子，所以一定要让每一个孩子在每一堂课都有学习。戴上 VR 头盔，身在国中教室的我，仿佛瞬间来到专业的拳击馆。新科技改变了教育体验，让学习这件事情再也不受时空限制。除了用 AI 辅助学科 ，VR 虚拟视角嘛，伫教室发挥无范围限制学习体验。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碰它，你会发现它上面写了一个英文字叫什么？
对，就是说你很软弱的意思，所以你要真的要出全力去打他。我觉得很好玩，很好玩哦，因为你平常不可能真的去跟人家打拳击，对不对？对。因为这个附近的体育资源非常的少，透过 VR 的话，学生他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今天呢，很高兴要学习新的东西哦。今年是很有名的台南建成400年，去探索我们在300多年前荷治时期的大航海时代。红旗秀徛伫点边切切背景前，因不银幕上，伊却是出现伫故乡的古迹回廊所内。老师要带学生东游400年前的安平古城。对，你找到荷兰人对。在民间口耳相传，郑成功看似有打算进攻台湾，我想这值得关注。戏剧实景结合其他的科技，嘛是新的教育模式。台南市北河区的仙草实验小学，平均每一个年级较无10个学生，是标准的4间学校。2023年开始，因甲8间学校做伙推动线顶共学，一摆会使有一大阵的同伴同学，和囡仔真欢喜。找到郭怀义后，再去找荷兰人长官。走去找郭怀义。这些历史的知识，荷兰人郭怀义，你们本来在历史课本就有学过，但是你今天就是实际走入那个场景里面的感觉。我觉得有趣的就是那个在用 VR 的时候，那个3D 的感觉很真实，真是比用课本还真实。分组合作，然后我们现在探索时间。那个荷兰人希望你们先去拿甘蔗，然后他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提到说最近甘蔗怎么样？产量有变少，文化不同，语言的差异，对，文化。对啊，就是你很棒。那今天呢，很高兴我们用这样的模式跟大家做一个互动。那也欢迎小朋友可以一起去体验我们台南的文史课程哦。那我们今天线上课程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我喜欢今天这堂课，因为可以跟其他的学校做到一些互动。听他们发表的时候，觉得说，他想到这个我没有想到，那可能就是带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偏乡小校因为人数少，它最缺乏的就是同侪互动。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共学的方式，那他可以去感受我邻近学校，我虽然都不认识，但是我们同样在这一个区域上学习。那这样子的分享会让孩子有更多的学习。我觉得这是从孩子学习的闪光中，会觉得是最大的成就感。这样，我觉得当老师最快乐的应该就是这个。科技的助攻改变对传统学习的想象，教育爱跳脱过去，只能传授知识的旧思维。老师的角色嘛会有淡薄无同。很多人问我说，我们以后人类会不会被 AI 取代？哈，我跟他说绝对不会被 AI 取代，可是你很有可能会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我们要翻转我们的学习哦。ChatGPT 它的资料量是人几辈子都读不完，人如果要跟电脑比填鸭式教育，我们是绝对赢不过它的。所以人现在更重要的，与其是回答问题，不如是我会问好问题。人的脑子可以用在高度思考的、独立判断、思辨能力上。学习知识跟预备考试这件事情，其实是 AI 家教可以帮很多忙的。学校总算可以往品格教育，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大家都觉得很重要。政策最需要去引导的是教师培育的改变，是一个挑战也是机会。越快转得过这一关的国家，它就在下一波，它会走在前面。AI 科技引领时代快速向前冲，坐这班高速列车，无论是都市还是偏乡的囡仔，更加需要教育的工作者适时调整方向，带大家继续前进充满竞争力的未来。